我打电话的，我要不打，他就杀了我。别害怕，会有办法的。2只小白羊，味道怎么样啊？不要脸的老东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加上你们2个，7个了。你们说，我是杀够10个呢，还是20个，还是这样永远的杀下去？你别做梦了。你是警察吧？你知道我是警察就好。知道袭警的罪名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你们跟我老婆和张薇一样，都是白羊座。你们不都是相信星座的吗？我也有一点小小的研究，这种研究是从我老婆和张薇身上开始的，因为他们都是白羊座，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人妇。所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白羊座的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都该死。嘿！好，该你选了。选什么？选怎么个死法啊？前几个，有的被汽车拖死，有的被从楼上推下去摔死。李小子选的是用鞭子抽死。其实，他这个是最累人的。不如给你锯开得了，怎么样啊？你这个变态！教练，站！过来，天明，看着，过来。跑什么呀你？啊？跑什么呀？还说是没跑？没跑，3辆警车追你啊！从哪拆过来的？哎呦！我去帮这个车追他。你们接应我。好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都是你们这些女人害的。我干得好好的工作，我什么都不缺。跟着我有什么可？可他就是跟着那美国人跑了，而且拿了我的钱，全部带走了。这就是白羊座的女人，自私，充满淫欲，毫无禁忌。这样的女人不杀掉她，留着她干什么？你给我住嘴！你还是大学教授呢，这些东西都是跟你老婆的人品有关，跟星座有什么关系？也就是你这种老师才会讲出这种可笑的理由。好啊，说得好，我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来。你也不想想，你老婆跟外国人跑了，这说明她的人品有问题，说明你对她的吸引力没有了，这
跟属相有什么关系？跟星座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要真这样的话，全世界几亿白羊座女人，你都要杀吗？你杀不过来吗？好，说得好，不愧是干警察的。可我告诉你，我才不管什么逻辑呢！我知道不合逻辑，我就这么干了。怎么了？在我的这个小小世界里，我觉得是合理的。你想想，我老婆白羊座卷了我的钱，跟着美国人跑了。张威，我老婆之后的第一个情人，白羊座，他跟了我没几天，又傍上了一个姓黄的大款。他为什么要跟这个姓黄的呢？啊，那个姓黄的有钱是有钱，他为什么不等了？我也会挣钱的。我虽然是个教师，也能挣钱呢，挣得慢点可讲一节课也有100块钱，够花的了吧？可他不，他要一部手机就5、6千块钱，他不干了。哎，他还说我那事儿不行，跟我老婆说的一个样。好啊，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欲望而生存下来的，白羊座的人太不像话了。好啊，你们逼得我走投无路。好，我就让你们瞧瞧，究竟是谁不行。你就因为这么点事儿，就要杀白羊座的女孩？对，我本来想杀我老婆的，可她在国外，张薇这个小傻妞，终于让我爆发了。我好好的把她收拾了一顿。杀人总得有点规律，要不没意思，对吧？所以，我把这里面的白羊座的人都记下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杀人上瘾了。这里面还有几十只小白羊，我想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干掉。我告诉你，压根儿就不应该有什么白羊座的人，上帝也不应该造出这种人来。我要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杀掉，我再也不让这些玩意儿活在这个世上。好，游戏开始吧！求求你放我们吧！先给你锯几个零件下来，你叫啊！哈哈，你叫！住手！你放了他！放了他！叫啊！快动！开枪啊！开枪啊！一开，就撒手，他就被锯成2半了。快点，退回去，枪放下！1、2、3了！1、2，站着！哎呦，行，好，吓坏了吧？吓坏了！哎呀，老何终于冲出来了！哎呦，有惊无险啊！好了，没事了。刚才够悬的啊！害怕了吧？啊？没事吧？你看我这个10年的日记，完了。哎。干嘛他能看我就不能看啊？日记我隐私。那你跟我隐，跟他就不隐了。